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1170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76天。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说乌克兰军队已控制库尔斯克边境地区乔特基诺西南部小片区域，新普特和乌尔菲诺附近也爆发了激烈的交火。俄方虽说乌军控制区域进一步扩大，但该消息尚未得到第三方验证。根据这个战争研究所的说法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库尔斯克州的泰特基诺和新普特附近继续进行有限的攻击。根据乌克兰方面说法乌克兰第225突击团集结3000兵力，在苏梅州边境发起代号春雷的突袭行动，这是乌军第3次强攻库尔斯克。在此次突袭中乌军首次采用了扫雷车和电子战无人机的结合，短短30分钟就突破了俄军雷区。此外，还投入了美国最新援助的 M1A2C 坦克以及弹簧刀600巡飞弹，摧毁俄军2个道尔 M2 防空阵地。由于这个朝鲜派兵增援俄军根据这个媒体报道说朝鲜军队接管60%的边境防御任务，让俄军得以抽调第1近卫坦克团南下哈尔科夫，其火星17导弹旅配合俄军伊斯坎德尔系统，形成400公里纵深打击网，日均发射量达80枚。此外，朝鲜第8特种作战旅总接触无人机蜂群结合单兵反装甲新战法，在沃尔昌斯克巷战中取得重大成果。根据报道在库尔斯克乌军用海马斯首次打击了一辆朝鲜的240毫米 M1991多管火箭炮，这个也验证了这个朝鲜军队还在库尔斯克这作战。根据这个凤凰卫视的说法他说乌克兰军队第21旅6日再次闯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俄乌两军发生排级对抗，乌军试图突破库尔斯克苏贾边境地区小村庄，但未能成功。战斗发生在苏贾西南部的边界区域。本次军事行动中，乌克兰武装部队还企图炸毁兹万诺耶村的桥梁，在距离苏贾前线20公里，可以看到无人机已经进入了场地，士兵目前都进入了反无人机的掩护。这是凤凰卫视说的这个凤凰卫视还专访在别尔格莱德前线俄军的第30摩托化步兵团第9连。这个俄军的第30摩托化步兵团第9连是去年8月6号乌军进入库尔斯克地区后第一支阻击乌军的连队。这是凤凰卫视报道他说当时连队41人中有40人战死，也就是这个连队在库尔斯克与乌军作战时几乎全部阵亡。这一个连队几乎全部阵亡，至少说明在库尔斯克一是俄军的损失非常大，第二个双方战斗非常惨烈，对吧？可是凤凰卫视报道的那么俄乌双方的轰炸还是继续进行昨夜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库宾卡机场，俄罗斯勇士和斯特里日飞行表演队驻扎在这里。这2支飞行表演队计划参加5月9日阅兵式的空中表演。由于俄罗斯将大量的防空设备调往莫斯科周边以保护阅兵式，俄罗斯其他地区的防空系统出现巨大漏洞。借此机会，乌克兰出动了400多架次无人机，袭击了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俄罗斯国防企业。俄罗斯最大的多管火箭发射生产工厂和仪器设计局，以及萨兰斯克的一家光纤制造厂。无人机还袭击了卡卢加州的沙伊科夫卡空军基地。无人机袭击影响了莫尔多瓦、库尔斯克、布良斯克、科斯特罗马、图拉、亚罗斯拉夫尔和沃罗涅日等地区。由于航班取消和延误，俄罗斯机场人潮涌动，一片混乱。昨天咱们节目说了这个乌克兰恐怕5月9号那天不会轰炸莫斯科这个阅兵式，但是他完全可以借着这个机会重点打击俄罗斯纵深的那些军事目标。为什么说俄罗斯也没闲着呢？根据这个乌克兰方面报道5月6日凌晨，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奥德萨州和哈尔科夫州，造成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坏。哈尔科夫州军事行政当局负责人西列古波夫表示敌人用20架沙赫德2无人机袭击了市内4个区：舍普琴科区、基辅区、工业区和霍洛德纳霍拉区，共8个地点。最大的市场巴拉巴绍沃发生火灾，大约20个商铺被完全摧毁，近80个商铺受损，住宅楼和停放的汽车也遭到袭击。我们再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已正
正式任命梅尔茨为德国总理。梅尔茨领导的17名内阁部长在联邦医院宣誓就职。分析人士认为啊，随着梅尔茨政府组阁成功，新的德国政府将表现出更加强硬的一面，对克里姆林宫的态度更加强硬啊。斯德哥尔摩东欧研究中心的德国专家兼分析师安德烈亚斯·乌姆兰表示啊，与舒尔茨政府不同，梅尔茨政府很可能会与英国、法国走成军援联盟，不再是单独军援乌克兰，而是多个国家一道，或通过欧盟、拉姆施泰因集团、自愿联盟等形式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此外，梅尔茨政府还将与欧盟有更紧密联系。梅尔茨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同属基民盟，而且两人都是坚定支持乌克兰、欧洲的重要政治人物。在梅尔茨内阁中，坚定支持乌克兰的前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留任。尽管出于担忧战争升级等缘故，皮斯托留斯反对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但在皮斯托留斯任内，尤其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德国实际上承担了军援乌克兰的主要任务，也就主动的挑过来这个重担啊。关于这个是否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这个是梅尔茨说了算。这个梅尔茨啊，在竞选的时候多次承诺啊，会在单选后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甚至有媒体说啊，已经50枚金牛座已经送到乌克兰了，但这都是传言啊，具体有没有金牛座到，这个还得进一步关注啊。金牛座一到啊，恐怕就是克里米亚大桥拆除的日子。实际上，这个美国、英国、法国啊，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地对地啊攻击导弹，还空对地啊，就是这个斯卡普、风暴鹰，还陆军战术导弹，对吧？那作为欧盟的领头羊，对吧？作为重要的西方国家，德国啊没有理，还抠抠搜搜的。再说梅尔茨也不是那种胆小怕事、怕普京核威慑的人。今天的德国跟80年前的德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也跟冷战结束后30年里那个德国不一样。德国正在成为欧洲安全和秩序的有力维持者，这对欧洲和乌克兰来说是好消息。这个梅尔茨总理啊说啊，我今天作为总理首次出访，是访问我们的2个最大邻国法国和波兰，所以德国啊再次承担责任，声音不大，但很可靠。这个德国的新任总理梅尔茨啊，周三在巴黎表示，欧盟所有成员国都必须增加国防开支，以填补欧盟的能力缺口，并确保继续支持乌克兰。莫茨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步缩小彼此的能力差距，并共同支持乌克兰。两位领导人承诺，在法德合作的推动下，欧洲将迎来新的开端。特朗普的特使啊，就乌克兰特使凯洛格说啊，乌克兰提议建立30公里缓冲区，双方撤军15公里。特朗普说啊，他可以确保乌克兰遵守停火，如果俄罗斯同意。这个普京是没有办法同意的啊，因为按照俄罗斯的法律啊，乌东4个州，无论是俄军占领还是没有占领，那都算是俄罗斯的。普京怎么可能还在自己的领土上搞缓冲区呢？他只能在别人的领土上搞缓冲区，普京不会轻易就范啊。所以这个特朗普的特使凯洛格说啊，普京是乌克兰和平唯一障碍。我认为目前我们取得进展的障碍是俄罗斯总统拒绝同意。凯洛格说啊，这个话很有意思啊。我记得在美国打压乌克兰、打压泽连斯基最严重的时候啊，特朗普以及他的小集团也是这么说泽连斯基的，说泽连斯基是俄乌和谈的主要障碍。然后不是说要乌克兰要重新大选吗？也把泽连斯基选下去。现在风水轮流转啊。凯洛格说普京是乌克兰和平的唯一障碍，那言下之意是不是要把普京给搞下去？也就是普京啊已经下课倒计时啊。根据媒体消息人士报道啊，说尽管普京宣布停火3天，但遭到泽连斯基拒绝，乌克兰仍将继续对莫斯科和其他俄罗斯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消息人士称啊，乌克兰正计划对莫斯科发动更严重的袭击。据报道，作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正准备对基辅发动奥列什尼克袭击，也就是那个针速导弹的超音速导弹。但是不排除这个俄罗斯人放风啊，是威胁恐吓。这个5月7号消息啊，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啊指示俄罗斯国防部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为奥列什尼克导弹系统选择打击目标，以回应乌克兰正在准备对莫斯科胜利日阅兵仪式进行的严重挑衅。这个消息是来源于这个普京身边人什么消息人士的话，这个很有可能是普京故意放风来吓唬乌克兰。这个普京热衷在莫斯科搞胜利日阅兵式，请这个
啊，好几十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吃席啊。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乌克兰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数百万人丧生。而现在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发动一场毫无正当理由的全面战争，也就是侵略啊，历史正在重演。同样的城市再次遭到炮击，教堂被毁，家园沦为废墟。俄罗斯军队正在犯下暴行，毫无任何正当性。所以乌克兰啊，用他的无人机来参加俄罗斯的这个80周年胜利日啊，也无可厚非啊。5月6号，拜登卸任美国总统后首次受访画面公开，他指责特朗普，并表示担忧美欧未来关系。他提及特朗普关于巴拿马运河、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和对格陵兰岛的说法，并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总统会这样说话？他说啊，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争吵，有失美国风范，并表示特朗普领导下美欧关系破裂将改变世界现代史。报道称啊，拜登此次受访状态相比在任时显得更加迟缓、安静和犹豫。大家可以看视频啊。Is modern day appeasement. Look, listen to what Putin said when he talked about going from Kyiv into Ukraine and why. He believes it's part of Mother Russia. He believes the historical rights to Ukraine. He talks about Eastern Europe. What this man wants to do is reestablish the Warsaw Pact. And anybody thinks he's going to stop is just foolish. My fear of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some of the NATO countries are going to decide that maybe, especially those along the border with Russia, may just say, we got to make an accommodation. We got to make an accommodation. 这个拜登还批评现任总统特朗普施压乌克兰，向俄罗斯移交部分领土，称这是现代绥靖政策，永远无法满足俄方。拜登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乌克兰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部分，并警告称，任何认为普京会就此止步的人都是愚蠢的。他还表示啊，若乌克兰放弃部分领土，如俄罗斯接壤的北约国家可能认为美国也被迫对俄让步。这也是拜登啊离开白宫后的首次采访。他说啊，我只是不明白，人们怎么会认为，如果我们允许一个独裁、一个暴徒决定占领不属于他的大片土地，他就能满足。特朗普改变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政策，他督促基辅同意停火，减轻对俄罗斯施加的压力。好在现在特朗普啊叫迷途知返，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对吧，也在积极的援助乌克兰。但是后续啊，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援助是不是很稳定，这个还要继续观察。这个特朗普政府啊，就是个草台班子。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英国媒体披露啊，说美国的国防部长突然下令停运援乌武器，连特朗普都毫不知情。5月6日，路透社刊文提到，今年1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的1周后，美国军方向3家货运航空公司发出命令，停止11架满载炮弹和其他武器飞往乌克兰的航班。但此时离特朗普3月正式下令暂停援乌提前了1个月。更诡异的是，不到1周后，援乌航班再次恢复。根据媒体报道啊，说这个负责协调的欧洲的这个安全官员一下傻眼了，这些飞机啊都已经起飞了，还掉头飞回美国。后来这些安全官员与特朗普的这个总统特使啊叫凯洛格联系，还是在凯洛格的还有这个安全顾问就沃尔茨吧，在他们的这个斡旋之下，1周以后啊又恢复援助。所以这个特朗普选的这个国防部长叫豪克塞斯啊，不仅泄密，而且还乱这个叫自作主张。根据媒体报道，在那次会议上，特朗普并没有要求暂停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是这个国防部长豪克塞斯啊擅自做主。就是美帝啊连这种错误都会犯。加拿大将向乌军提供一架安124运输机，这架安124运输机啊大有来头啊，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候啊，加拿大将俄罗斯的一架运输机啊给扣押没收，就是这一架安124运输机，现在要把它捐赠给乌克兰人。昨天咱们节目说了啊，这个俄罗斯的口炮界的二哥啊，车臣的总统卡德罗夫啊，他说要求俄罗斯
罗斯总统普京解除他的车臣领导人职务。根据今日车臣采访报道，自2007年起，卡德罗夫就一直担任车臣总统，上一次连任是2021年。按照俄罗斯联邦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数据，当时卡德罗夫的支持率高达 99.7%， 这个远远高于普京我记得普京的支持率是70%多。卡德罗夫将在明年任期结束，这并不是卡德罗夫第一次表示要辞职，2017年也曾提过。那这个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7日与车臣负责人拉扎姆卡德罗夫会面，卡德罗夫还将参加普京的几次国际会议。与此同时，卡德罗夫本人还对网传他近期将会辞职的谣言进行了辟谣。这个卡德罗夫玩得好以退为进逼普京表态。7号这个普京要接见卡德罗夫，然后随后8号9号，那卡德罗夫肯定要在莫斯科陪这个普京会见很多国外领导人，要这个参加这个胜利日阅兵也就是普京先把卡德罗夫要稳住，不希望在俄罗斯办大事的期间传出一些不好的这个消息。在俄罗斯包括《新报》在内，一些俄罗斯媒体报道卡德罗夫的健康状况。自今年2月份以来，卡德罗夫就定期前往埃姆德诊所，并经常在医生的监督下过夜，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公开亮相，其相关信息仅限于车臣新闻部门维护的社交媒体。《新报》报道称，卡德罗夫希望他17岁的儿子，也就是卡三代亚当能成为自己的继承者。新的车臣总统亚当目前已经是车臣的内政部部长，领导车臣所有的安全部队，而女儿阿伊莎则控制家族的商业资产。媒体报道他说最重要的是获得普京的支持，只有普京才能保证卡德罗夫家族继续掌控车臣。如果普京拒绝，卡德罗夫在车臣的统治将结束，甚至可能面临无法预测的后果。俄罗斯专家说油价年底或跌至50美元，欧佩克加持续增产，有意发动价格战。俄罗斯能源金融研究所研究主管阿列克谢·别洛格里耶夫在接受采访时说欧佩克加决定在6月份将石油日产量再增加 41.1 万桶，布伦特原油价格在短期内不太可能跌至每桶50美元，不过到2025年底油价持续下跌至这一水平是有可能的。别洛格里耶夫指出，根据第二季度数据，全球石油市场仍处于轻微供不应求的状态。他补充道，预计到今年第4季度石油供应将出现明显过剩。别洛格里耶夫认为如果欧佩克加决定加快增产步伐，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跌至每桶40到50美元区间。不过在他看来，这种增产加速表明欧佩克加有意发动一场全面的价格战，目的是将高成本的非欧佩克加产油国家挤出市场。这个石油的价格下跌会加快俄罗斯的崩溃。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